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3月20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来关心，对今仔日开始，轻症就唔免通报嘛，唔免隔离。也毋过有感染科的医生就提醒讲，伫疫情的期间，第一线咧控制抗药性的感染科人员，拢投入防疫。地书今有发现讲，医疗院所出现一寡对抗生素有抗药性的抗病性菌。有增加的趋势，所以嘛，呼吁讲疫情等好了后，爱紧检讨人力，投入搁较侪感染科的人员。新冠肺炎侵袭全球超过3年了后，国内要在20进行轻症免通报的禁令，确诊也免隔离。不过指挥中心医院建议，确诊民众也是等症状较好了后，就搁挂喙安出门。医院是提醒，轻症免通报无代表新型疾病危机解除，因为统计发现，新冠疫情期间，国内部分医疗院所敢若因为人力不足，造成抗药性菌的占的比率是急速来上升。WHO 其实也都提出来哈，这个只是一个隐形的疫情，如果继续让它继续延伸下去，那可能就又要回到过去没有抗生素的时代，因为全部都抗药性的。那你有这些药没这些药，大概都一样。医师表示，伫疫情期间，这名抗药性管理的人员嘛爱做防疫，也是伫现场照护工作，间接影响抗药性管理，且互伫抗药性占的比率来清悬。那能力欠缺危机无法度有效来解决，影响毋但是病人甲照护品质，甚至未来可能出现无药通用的困境。而国内确诊人数搁在下降，19个新增加8209例本土病例，43例死亡。虽然确诊人数比顶礼拜日减少7.4%，但观察所发现，每天死亡人数也是大约有30到40人。一年来人数依然未少，这表示这轮新冠造成危害依然比流感较大。目前这个病毒它造成的这个危害还是比流感稍微大一点，持续的发烧不退、变喘、咳嗽到有胸痛或者咳血痰，这些比较危险的症状出来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去就医。感染这个担忧还是存在啦。大众交通运输这一块，在观察清明连假的疫情效应之后来做这个决定，但是医疗跟长照机构这一块应该会再晚一些。有医师表示，绝大部分死亡加重症的个案拢是无注射疫苗，尤其是有高危险因素的老大人。所以讲，伫国内慢慢放松的同时，高危险群医院建议爱注射新冠疫苗，来保护家己甲厝内的人，尽力远离重症。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鸡卵继续欠货，两个委员会是决议讲，这礼拜鸡卵的计数暂时依期无要起。不过委员会内底即马有人是暗示讲，这是因为农委会咧压计数。两项工会即马嘛对外呛声讲，等3月25后一届开会，若是阁无爱互因起价，因就无排除要无限期休市。两味搭卖米素卵汤，每一粒卵拢是头家辛苦4个厂才买到的卵。未来若是鸡卵阁买无排除停卖有卵的相关产品。到处都要去抢蛋，真的买不到的话，我会把蛋的品项那个商品拿掉。不止搭买无卵，就连传统市场附近的超市，卵价也空解放卫生纸，还阁买菜人洗菜车一连才买到这个卵。很难买还好，那买得到就好。小朋友要吃啊！台湾变成这个样子，太幸运了，太有福气了。各地拢在抢卵，第一线就有要求，唔甘年岁大阿公阿嬷为买卵透早起牌，特别甲熟悉鸡卵业者订货，地点来卖卵。国内下礼拜两价原本传出要过起3到5块，不过鸡卵产销商方开会了后，特别决定两价袂起。所以头长原因说，官方最主要是下个礼拜可能会进口一些蛋来补缺口，看下个礼拜怎么样再做处理。我头一个打，后礼拜若无要去，就是要无报价啊。现在整个大工会都会跟进了，自由买卖啊。所有的蛋价的协商由产销双方去做一个等于讨论。农委会无承认有干涉计数，无间接鸡卵产销商放协议，对官方疑事施压。全台鸡卵工会甲两商是表示，若如果当个委员会议员是袂当起名合理反映计数，无排除无限期休市，无过进行报价。记者综合报道。若即阵钱变薄，万项拢咧起，学生囡仔的宿舍嘛要起价。这是台主宿舍对外公告讲，对后学期开始，因的租金嘛要起价。上介高级的套房，原本一间是1个月9600，会起到1万块以上。
秋国假期，我台大校园的宿舍区真安静。不过最近，台大泰祖学社发公告，因应人事费用甲物价起价这影响，会照 BOT 客户内容起租金。BOT 管理的宿舍在调涨宿舍或甚至违约金的讨论上，一直跟学生都蛮有冲突的，因为它不是直接由学校管理，是由太子学社来管理。不管是说学生会或者学校要介入，都一直其实蛮困难的。公告当中，一人房为7800起价8210块，双人房、三人房拢起价5370块甲4840块。另外，温馨套房原本9600，起价了后租金会超过1万。有学生认为，若要起租金，希望房间升高、设备检修这情形，应处理更较好一点啊。真的要讲的话，我觉得发霉的状况比较容易发生。之前的话，它已经有针对一些，比如说钥匙或者是磁扣之类的做涨价了，所以其实涨价这件事情，它不是就是第一次发生。环境感觉比较舒适，可能洗完澡要把窗户打开，然后不然就是整面墙壁都会发霉。对，然后他可能就会重新粉刷，然后就叫你付钱这样。应该还可以。台大指出，泰祖学社起价是照合约进行，消费者物价指数比前一年起4%对调整。以2021年度资料来看，物价指数起到5.31%。另外，学生反映设备的维修这情形，若修理的效率无够好，也爱业者赶紧改善。记者综合报道。在这回关心天气，今仔日东北季风减弱，温度会回升，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今仔日东半部会落13、18号，同齐来看温度。今仔日东北季风减弱，温度回升，伫北部、宜兰甲花莲日时的高温是伫26度左右，其他的所在高温是27度至30度。严过早暗温度较低，低温大约是17度至20度，温差有较大。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今仔日敢若伫东半部会落13、18号。若即礼拜龙好天，温度拢会回升，尤其是拜三甲拜四，北台湾的高温会到30度左右，袂输热天同款。一直到拜五，云会变较高，温度再小可下降。嘛，因为过无落雨，即马中南部水情是愈来愈硬倒，一月潭的水位半个月来已经降3米半。气象局就表示，今年的雨水较少，主要是因为连续3冬反性型现象，但要等雨水来，可能要等到今年的黄霜雨。树顶的叶啊打起黄去啊，平常时是观景台，若是拄到山难的事件，而且天气会使，就说真多救援直升机吊挂平台。原本爱定期改加机，嘛还有相关的设备，即阵因为伤过大事，袂大丛。屏东县北大武山因为等无春雨是真大事。比方说山下没有下雨，山上偶尔会有雾雨。今年是连雾雨都没有，它只有靠早上的那种露水。那露水这边，因为这边是受阳面，这个阳光一起来马上干掉。伫拢无落雨无水也好，这真水的日月潭水上脚踏车道下面拢大大，就连时间搬运也受到影响。敢若短短半个月，日月潭的水库水位大降3.5公尺，18已经降到741.5公尺，而这个满水位748.48公尺，是差7.7公尺。九湾那边也是缺水，对，都露出来了。很遗憾，如果满水会比较漂亮。气象局表示，虽然这2天有微弱的东北季风增强，不过整体来讲，天气也是属有稳定温暖的天气的形态。对着中南部落雨量甲落雨日数拢偏少，主因也是连续3年的反适应现象。不过随着赤道东太平洋海温回升，反适应事件也慢慢来减弱。去年的年底到今年年初这段时间，反圣婴的讯号已经开始慢慢的减弱了，所以在未来的这几个月，这个地球的圣婴现象会逐渐步入正常的这一个区间。所以，反圣婴的现象现在这个时间点是正在结束。气象局表示，对中低期的预报来看，因看到24、25了后，台湾附近的天气变化较无稳定，甚至落雨也是要看北部方面的系统所接近的程度。不过对气候的观点来讲，中南部雨量袂伤多，对着解决苦旱也是帮助无大。那真正要靠雨水，也是要等到黄霜雨的季节。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同齐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仔日去莫斯科要访问3天。那俄罗斯总统普廷拜六是走去和俄军占领的港口城市马利坡去巡视，这是普廷头届去访问非法占领的乌克兰的领土。
来关心中国时报，前总统马英九伫3月27到4月初7，伊要去中国陪幕，要去祭祖。伊嘛会带30名少年学生去和中国交流，因为这抓是祭祖和交流，所以未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也毋过敢未甲中国官员见面，伊是表示随主人去安排。来关心自由时报，咱台湾有部分的移民公司做非法的代志，是协助香港人假投资真移民。咱政府为着要阻挡这款乱象，即马要对香港人申请来台湾定居的审查要抓较严的。目前是保留1年2000人，若去年去考数是1296个人。伫新北市有一个乌吉桑讲，伊伫抖音顶悬熟识一个中国的弟兄，拍算要汇245万给伊，加在是银行正警觉，经去报警察顺利阻挡。另外，咱政府即马要分6000块的现金，即马网站顶头是网站还未开放，所以若想要叫你填资料的，拢是甲你骗的。财政部就呼吁民众唔通互骗去。这个先生啊，他今天要汇款，再汇到台北富邦的天母。这老先生伫抖音顶悬熟悉讲是中国地上的水查某囡仔，讲因透过投资炒普地饼，也就是普洱茶，因赚真侪钱。老先生数个月之前已经汇62万，说什么也无摕到，这一摆搁要汇钱，银行马上通报。你不要再汇了。没有啊，我这是怀疑，我才请他们帮忙。该老翁于是遇到假交友诈骗投资案，警方立即拦阻该245万新台币啊！见交朋友投资诈骗是真多，民众无细致就成做诈骗集团眼中的大肥羊。这关警休困期间，伫超商也发现民众疑似做着诈骗，准备要汇款，马上通报警方来处理。先回派出所，先做个笔录。现看婚礼人收到讲是中华电信员工打电话来，讲是婚礼人所办的网络测局，小户到期需要提领现金，寄一笔指定小户才能解约。好佳在环境到场及时成功拿走汇款。发现一名神色慌张、手持手机操作 ATM 的妇人，机敏察觉该妇人有遭诈骗的情形。立即上前询问并通报本所警力到场，成功拦阻诈骗。全面破获6000块，官方网站目前显示也未开放，所以已经有诈骗集团注册假网站来骗民众。财政部呼吁破获现金，官方网站网址6000，这数字是0，不是英文字的。政府机关专用的网址结尾是 .gov.tw， 上尾也备附 .com。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南美洲北部的厄瓜多甲秘鲁交界所在，伫3月18日发生规模6.8大地震，目前知影上无有造成15个人死亡。若伫码头边仔嘅海洋博物馆是规个互海水淹去，即卖也有真侪人家厝、学校、甲病院、甲一寡基础设施受损害，有民众互厝壳地着，等人去救。秘鲁通贝市上街区民众世界到一半，向发生地震，互民众惊甲四界走。18发生规模6.8地震。根据美国地质调查所的数据显示，定用距离厄瓜多圭亚斯省的巴劳市大约10公里，伫太平洋海岸外口，震源的深度是66.4公里。厄瓜多的昆卡市受地震影响，有车辆和倒去壁地条，造成车内1人死亡。行路四界拢是受到惊吓的民众，小人做回来靠。Cayó sobre un vehículo Vitara que ya fue sacado por la policía y tuvimos una víctima sin signos vitales, una persona de sexo masculino. En este momento con el carro escalera y todo el equipo, en este caso de ingenieros estructurales de gestión de riesgos y el cuerpo de bomberos, a más del municipio, estamos haciendo la valoración.另外一个社区马查拉受3个人死亡，救援人员搁为搜救队内底救出3个人，其中1个人性命危险，送病院急救。这个地震造成包括一栋2层楼的徛基，甲一个码头顶真侪建筑倒去，搁真侪社区无电通用。厄瓜多总统拉索伫社群网站发文，呼吁民众保持冷静，并且密切注意官方的管道来得到上新的消息。同款嘛发生地震的秘鲁是有一名4岁查某囡仔伫厝倒去的时阵头部当伤死亡。a Tumbes a reunirnos con el señor gobernador, con las autoridades para hacer una primera evaluación y ponernos a disposición, activar el sistema de defensa civil a nivel nacional y esta vez regional. Y estamos diciendo ahora para tener una reunión y ver cuáles son el daño, las consecuencias y ponernos a disposición del señor gobernador, ¿no? Que es el que
厄瓜多尔过去就常常发生地震，在2016年，厄瓜多尔太平洋沿海地区台北发生规模7.8地震，造成600多人死亡。国际新闻台是朋友。继续关心俄战争，国际上援助乌克兰的战车已经陆续送到位。另外，对乌克兰出口的粮食协议3月18已经到期，不过即马经过土耳其的总统做中人去敲测，这个协议阁要延长2个月。见到一日清白烟，消防员救着水线继续拍火，乌俄战争前线战争激烈。乌克兰军队在国际社会援助政策之下，对俄罗斯瓦格纳佣兵集团展开攻击。不过俄军在扎波罗热用火力压制乌军，佮攻击乌克兰各土各地，双方在前线互相有输赢，有关系无输无赢。虽然国际法庭对俄罗斯总统普廷发布逮捕令，不过普廷却袂插。佮2月18并吞克里米亚满9点半的时阵，向去克里米亚参观儿童中心甲艺术学校。Постановку вопроса мы считаем возмутительной и неприемлемой. Россия, как и целый ряд государств, не признает юрисдикцию этого суда. И,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любые решения подобного рода являются дл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права ничтожными. 另外，为乌海出口，乌克兰公布的协议原本18到期，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协调之下，合约搁一摆延长了。Bilindiği gibi Rusya ve Ukrayna'nın esir takaslarıyla birlikte savaştan sonraki en önemli uzlaşma konusu olan Tahıl Koridoru Anlaşması'nın süresi bugün itibariyle bitiyor. Her iki tarafla da yaptığımız görüşmeler sonunda 19 Mart'ta bitecek olan anlaşma süresinin uzatılmasını sağladık. 在延长协议的时阵，俄罗斯是讲要延长60天，乌克兰坚持爱延长120天。最后协议结束了后，是照俄罗斯要求就延长60天，是进前延长期限的一半。俄罗斯阁表示，在解决相关问题进前，未阁考虑延长协议。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来关心瑞士银行拍算以美金32亿去买瑞士信贷银行，若这条买卖按算伫2023年年底进前会完成。瑞士政府为了要避免全世界银行业出现进一步的市场动荡，启动瑞士银行收购瑞士信贷银行，瑞银将会以32.2亿美金收购，也承接瑞信54亿美金的损失。On Friday, the liquidity outflows and market volatility showed that it was no longer possible to restore the necessary confidence, and that a swift and stabilizing solution was absolutely necessary. This solution is the takeover of Credit Suisse by UBS. Il s'est agi d'apporter une garantie de liquidité supplémentaire de 100 milliards de francs. 100 milliards de francs et cette garantie, ils sont garantis par la Confédération. 怎么也唔知影这笔交易是唔是有法度恢复世界各放款机构的信任？在成协议进前，甚至传讲瑞银是用10亿美金收购，介绍的讲法差真多，股份公司正注意所落来发展。I have been surprised because the market capitalization on Friday was 8 billion. If no deal is reached, that the stock price will further fall. That foreign regulators in London, in Frankfurt, in London will put tremendous pressure on the Swiss authorities. I think a deal that UBS takes over Credit Suisse makes a lot of sense. 这项交易计划伫2023年年底进行完成。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加联准会主席鲍尔对这项支援金融稳定的协议表示欢迎。这是伫美国4个银行等银行到期了后，伫欧洲加美国的支持之下，瑞士2间银行尽可能的合并。欧洲央行讲，这项购并案对市场恢复冷静真有帮助。不过也是会继续传好伫需要时阵用贷款支援欧洲区的银行。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美国、澳洲甲英国3国即马对外公布因的协议，澳洲会买3架美军的核动力的军舰甲舰舰。这3国嘛按算要共同打造新的舰舰，来对抗中国的意图，看起来是真明显。不过澳洲的国防部长是否回讲，伊毋是用保卫台湾做条件交换的。
来关心美国甲南韩伫这个月有进行联合军演，北韩为着反制，伫18到19嘛有进行核战术的演习。一粒弹道飞弹有甲核子飞弹模拟核子飞弹飞800公里，有射着目标。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就对外表示，北韩已经做好准备，随时拢会当发动攻击。来关心泰国打算要立法，让性工作者合法化，但阁限制爱18岁以上才使做这道。业者嘛爱向地方政府去登记去申请执照，政府嘛会成立保护中心。如果唔是自愿的，就会当作是人口买卖，就算犯法。来关心国际上正出名的航空评比公司有公布2023年世界上上好的机场的排名。新加坡的樟宜机场虽然去年是去予卡达机场拼过，但过今年因是搁甲冠军摕回来。加拿大的桃园机场是排全世界第82名，已经连续4年拢退步。透早桃园机场自航厦出境大厅，就真侪人来报道。疫情了后，出国人是真侪，有旅客感觉桃园机场无什么改变，不过服务维持了袂歹。我们也是疫情后第一次出国，所以好像也没有感觉到什么明显的不同这样子。这个桃机也蛮好的，没有什么不便性，然后视野都蛮清楚的。国际有名航空评比公司发表疫情了后全球最好的机场排名，新加坡樟宜机场重回冠军宝座，卡达哈马德机场摕到第2名，东亚乌镇机场摕到第3名，接来顺序是首尔仁川甲巴黎戴高乐机场。另外，桃园机场上新的排名是落伫82，比去年67较退步。回顾疫情进程，捌摕过第18名，已经是连续4年出现衰退。加拿大在2021年下半年开放，澳洲在去年2月就开放边境，台湾在今年的2023年2月才开放边境，所以它整体的这个旅客数量是下滑的，旅客数量下滑，相对的它的营收也是整个下滑。专家分析，桃园机场开放较慢，旅客人数减少，去年只有85万人来台。机场服务税减少，间接影响机场设施维护甲更新，加上三下下建地的进度延前，硬体确实大落伫附近的一项机场。疫情了后，要拼观光，就要赶紧建设。记者综合报道。统计到去年年底，咱国内有咧使公车、游览车这种载人客大轿车的驾驶，因平均的年纪是49.5岁，已经要活50岁。欠工加上高龄化，恐惊已经是普遍的现象。公路总局表示，政府会安排训练，嘛会提供相关的补助来评估效果。看公车的动态看板，民众等车等真久，全台大客车驾驶拢咧欠人。有人发现离峰时段的班距，好亲像也愈来愈长。像现在我要回去，我有2种车可以搭，有一班要等到快30分钟。对，嘿。真的照过去几年是越来越久。有比较久一点，年纪都好像都比较大一点啊，应该都看起来都是40-50岁以上的，几乎应该很少年轻，很少。连包括社区小巴的类似都是这样的。疫情期间，大客车驾驶严重流失，加上工时较长，少年人较无爱。目前欠人佮高龄化的状态之下，公路总局统计到去年底，伫第一线大客车驾驶有4355人，平均年岁49.5岁。45岁以上的人超过70%，所以是自轻驾驶退休，可能面临人力短暂。扩大征才啊，就是客运跟游览车的部分哦。对于那种新进的驾驶人员呢，都可以在教育训练、生活津贴、有这个预留的这个奖励金的部分哦，都有补助。那算起来的话那最高1年大概可以领到13万左右。公路总局表示，为鼓励新驾驶假日，推出受训甲老人的补助方案，协助业者，希望营招到1800个客运驾驶。方案这多程度会继续观察，慢慢检讨。记者综合报道。阿里山的樱花季3月11日时已经起果，有不少游客是坐交通车去看花，也毋过有人发现讲，车咧驶的时是海甲真厉害，怀疑讲这车的曲项敢是海气。嘉义林管处是解释讲，因为园区即摆还搁咧做工程，大只车出入，甲路底歹去，但工程完工了后会定铺路，嘛先提醒运将车爱驶较慢咧。
19分钟一班游园车载游客伫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内底，烟花季开始，不少人来赏花。所人发现车是喊甲真厉害，连手机拢抓袂在。佮讲这是坐焚烧飞车同款，无论上山落山拢是同款的情形。查一下避震器吧，那避震器感觉都没有阻尼的，都只会下去，不会回弹。民众烦恼年岁大人因为喊甲真厉害受伤，建议主管机关检查这车。等车站工程完工，会在前面维护平整。林管处会督促游园车注意车况维护。嘉义林管处阿里山工作站表示，游园车拢是合法挂牌中型巴士，因为竹山车站有咧做工程，大车进出在路面出现启动，这后车经过时阵还较真厉害，会提醒驾驶放慢车速，注意安全。工程完工了后，会个翻修路面。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交通是捌互外国媒体曝光袂输是伫地角。台北有市议员就表示，伊伫一寡巷仔路内底，拢有画一寡青色的人行道，毋过这人行道有的是互电火条啊挡掉咧，有的是去互砸着，人要过，颠倒爱闪来闪去，颠倒危险。这是台北市内湖区南桥东路6段368巷，地地阮8公尺的人行道，算算今年有7支的电火条啊。行人的路权在台湾是比较，相较于其他国家而言，我就觉得是比较没有被尊重的。所以对我而言，我是认同的，可以把它移开。你一闪，其实都闪不掉，那个是会造成蛮大的伤害。这条巷仔除了有7支电火条啊，甚至也有路标条啊，也有电箱。过路人行伫遮，万一拄到点头，人行道也会流往消失一段。若是要闪经过车，只要一直行往内底入去，要不行行也拄到障碍物，这时阵爱亲像超级马力相款跳过。台北市国民党议员李明贤调查发现，这种台北市列管因为电火条啊，也是电箱，造成人行道无够宽，有157条，其中一个以内湖31条上最，对过路人上无优先。当时是为了一致性才把它画上去，那我们后续会再找相关单位来研议要怎么去改善。台北市高工处讲会派人回看评估，是毋是适加标线型人行道，升级真侪实体人行道，互用路人有更加侪保障。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台里有一对翁仔某拜六的时骑奥多拜出门，互翘起来健康挂，害讲这奥多拜全个出去跋倒，害2个人受伤。市府是表示，可能是螺丝冷气啊，会赶紧派人去处理。中国民众要提出国赔，卖依照法规来办理。记者经过弄到碰起空挂，后轮翘起来，车顶2个人当场摔出去。最后壁陈小姐18甲先生骑机车经过台中市大理区中村公园附近，车辆得到这个碰起的空挂离摔车。拄有新的陈小姐是骹手挫伤，先生是胸挂骨断去，带伊开刀至少要休养半年的时间。我头是先着地的，对，然后安全帽也都损坏了，现在就是锁骨这边就粉碎性骨折了。当时我还载着我老婆，她还刚怀孕。这样一摔，我真的很担心。现在我这样，医生说我至少要静养半年。空挂下面是台中市都市计划道路的中心庄，空挂本身是无大，无详细看是较袂发现。市府都发叫研判，应该是固定空挂这螺丝旧啊松去，这车经过地着了后就翘起来，造成机车摔车。19早起已经赶紧派人把这个空给停平起来。我们早上就派人去看，是刚好是中间有一个螺丝被压坏掉。你刚好民众刚好要骑到那个，然后刚好是压到有一边，然后他可能是翘起还是怎么样，我们这样研判啊，然后导致民众去滑倒。台中市都发局统计，相关的空挂台中市大约有10万个，有效加强巡检，是不是有螺丝松去的情形？那受伤民众提出国赔，也协助依照规定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有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大约是10万人至20万人。真侪人就是讲，这是食老的有的毛病。也毋过即马说常常有30岁至50岁的少年人，也是中年的人，因为对这病情无了解，会痛拢无去医生看。医生即马就提醒讲，总讲关节会痛超过3个月，一定爱去做检查。我听到医生跟我说这个病一辈子都会跟着我，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接受。
讲起23岁就确诊类风湿性关节炎，也是会艰苦。今年42岁的单小姐，20年前开始关节痛，关节想讲是进前车祸的病尾，食半年的止痛药啊，一直无改善，落尾才确诊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医师表示，真侪人就是这款病是老岁仔的症头，其实这常常发生在30到50岁的人身上。一般外科看，然后后来也有到骨科，觉得怎么好像都不会好，所以我才要求医生进一步的检查。除了误诊以外，患者都会觉得我怎么可能会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假设说你的症状实在是超过太久了，3到6个月以上，可能还是来到风湿科来看看。医师表示，这款病发展真紧，有8成的病友2年以来关节就会损伤，更有可能影响到其他的器官。但是30到50岁的民众，较袂想讲家己会得这款病，而且这样的人当咧工课场拍拼，镜头除了影响身体，佫常常影响事业甲人际关系。工作要搬比较重的账单，我会分次搬运。那有同事就看到，就会觉得说：“哎，你有必要这个样子吗？”会影响工作，所以说呢，他没有办法好好治疗，所以可能会中断治疗。他可能有其他关节外的病灶，在眼睛方面的症状，尤其像在中壮年的时候，需要用一些打字的机会来自比较长哦。所以有一些病患呢，他的眼睛呢常常处于发炎的状态。医师表示，根据统计，这款病镜头常常会让病人较无愿意参与社交活动。而且中年、少年朋友是更较明显，这嘛会牵连到因的心理状况，造成治疗效果也变歹。医师建议病友的亲戚朋友嘛要加了解这款病，让病友充足的心理支持。记者顾社桂林台北报道。地方风上头来关心大高线的南洋大桥，因为桥墩较低，进前若是有风台，也是溪水涨流的时，拢爱封桥。公路总局即马是打算要提出25亿来改建，也毋过开设边仔的旧桥，有是历史建筑，爱先拆，也毋过也未得到文资委员会同意，所以即马这个改建案也无法度进行。车不正多南洋大桥是连接宜兰、溪南、溪北地区正重要的一座桥，不过起好到即马已经30几档，常常因为桥卡的悬度无够，那风台来时阵，南洋溪水涨起来就要封桥。公路总桥计划用25亿来改建，因为边仔的历史建筑南洋铁公路桥也要拆，文资委员也未同意。数位保存或保留部分。就是影响到整个通洪断面所谓防洪的部分可以减轻到最低的方式去保存旧南洋铁公路桥有90年的历史，是宜兰县唯一一座铁公路强固的桥。2002年被登录正做历史建筑，即马已经远远无伫咧使用。维管单位公路总局2008年开始，几多遍提出历史建筑废止加拆除申请，不过县文化局审议拢无过。这边要改建南洋大桥，继续争取拆旧桥，希望用数位保存或者是部分保留的方式来保存这座桥。那有关于他们在工程进行的时候影响到它的这个整体，或者是对它的保存维护有所影响的话，那就是要依规定来办理审查。南洋大桥改建案，即马已经完成可行性评估，接落来要继续推动综合规划等流程，就要等到县文化局研究出旧桥的修复加再利用办法，确定保存的完整。也有一户局公告新的治水计划了，才能继续进行。管府讲，公路总局若需要拆旧桥，会当继续提案，依照文资法的规定来审议。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德山公社后壁的一块空地啊，今年2月份开始，有大只车这款沙石仔车底遐出入在倒废土，造成风飞影野，而且真错人耳。附近的民众真困扰，走去录影，也毋过说防恐吓。即马警方甲环保局已经介入调查。暗时9点外，南投县德山国小后面的一块空地，有民众发现沙石车疑似当地咧倒土头，拿手机录影存证，引起了司机的关切，也佮讲后壁有兄弟的处理。你人袂使咧，你要去就无紧，你要甲车头，做人来啊过分，我警官都车底啊，啊无伊来甲你处理，我袂甲你请。啊，你啦安尼甲中啊，我就足惊啊。当地里长表示，今年2月开始就有沙石车进出倒土头，这几天甚至拢经暗时来工作。民众是忍受阴碰碰甲噪音之苦，也搁爱去用恐吓。18号南投县环保局甲警方得到消息，前往稽查，当场是发现油源伫咧乌白道。这几天拢用暗时半暝啊，伫倒到到有迄只
市民拢无走去，不得安宁就对话啦。哦，风不会说砰砰应啦。回填这个废弃土的这个状况那我们现场就是有请派出所人员到现场来那依照废弃物清理法的规定来办理。不明人士疑似违法倒土头在先，后续还阁来呛声恐吓。官府表示会展开调查，以废弃物清理法来办理，绝对袂安尼准煞。记者南投报道。明仔是24节气的春分，伫嘉义市有学校会举办母语日，超过20个团体特别利用这个日子来排练台语、客语甲原住民语的表演活动，做伙推广母语。舞台顶有囡仔念台语诗，台骹阁有真侪档仔嘛用台语甲天文知识。10月下晡伫嘉义市的文化公园举办结合天文知识的母语日活动。母语内底其实咱作者的传统拢有讲到一寡天文的代志，安怎用母语来介绍天文，是希望讲会当透过这个活动来传达，给咱的民众会当了解。将近50个摊位的闯关，那么小朋友可以透过游戏来认识自己的母语。不管是闽南语，不管是原住民的语言，都在的显露出我们这一次的多元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系列的传承。除了母语的表演，主办单位嘛用天文甲母语的主题设计题目，让家长甲囡仔哪算哪参与。不管是用菜单，还是用互动游戏，咱的大朋友小朋友，拢会当透过安尼大家老师，大家民众对咱母语的关心。咱的安尼春分的活动更加热烈。会当学着台语，但是上较重要是在平常日常生活当中，都要学囡仔讲台语。伊这是潜移默化的，逐工拢爱学，较学会紧。母语文化教育协会表示，希望透过活动，让大家重视母语文化，嘛利用天文知识来推广母语。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俄乌战争战超过1冬，造成真侪乌克兰人死亡，也阁有人因为战争的关系受伤，流落来伤痕。乌克兰即摆有15间私人的诊所，最近就同齐推出整形的手术，要替受伤的民众整形。手机啊摕出来，这查某囡仔互大家看伊受伤进前真水的模样。那头你是乌克兰人，因为俄乌战争受到空袭，伫马里波规身躯严重受伤。Я просто, як я летіла, як мене відносили, я цього не пам'ятаю. Я пам'ятаю, до той час я думала, в мене ще 2 ока. Я відчиняю око, я бачу, я вся закидана камінням, куча пилу. Я бачу свою ліву руку, вся скривавлена, переламана. 那头你伫受伤进前是一个经济学家，爱留长头毛嘛，爱化妆，而且爱参加各种活动。但是战争予伊手和下颌拢断去，体内阁有真侪炸弹的碎片，只好透过真侪手术去修复家己的身体和面。Зараз мені хочеться якоїсь казки. Прокинутись. Я кожен вечір, коли спати лягаю, для мене найкраща зараз пора. Це ніч, коли мої діти засинають, коли мене ніхто не бачить. У мене одне бажання прокинутись тією, якою я була. 为了帮助像娜塔莉这种受伤的人，乌克兰各地拢总有15间私人的诊所，是联合开创一个医疗计划，要帮助战争的受害者治疗严重的烧伤和疤。在治疗的项目内面，包括镭射、和肉毒这微整形，也是一般的整形手术。事实上，计划2014年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就开始，战争结束了，还会继续几年。Це не є проект, який існує в часі війни. Це проект, який буде існувати щонайменше 2-3 роки після абсолютно формального закінчення війни, тобто після моменту, що вже не буде нових жертв. От останній день нових жертв і ще плюс 2-3 роки. Тільки так ми зможемо допомогти, дійсно допомогти тим, хто цього хоче. 根据了解，这项医疗计划是私人诊所透过私人的捐款去做的医疗计划，跟乌克兰卫生部的斗相共。目前当地为50个到60个患者做治疗，希望因治疗停了后会有新的人生。公司新闻单词同编译。疫情转好，国际观光恢复，不过即马航空业是大欠工，尤其是美国国内线，因为欠机师，机师真侪航班拢爱取消。
真侪人都趁机会想要来解读，全赶紧去学安那西飞行机。地区各地头的飞行学校，即马的生理正兴。爱希利蒙塔诺使单引进的细只飞行机，伫边的教官加同学陪同之下，佫一摆顺利完成实际飞行课程。根据美国联邦航空署 FAA 的规定，无经验的新人要乘做合格的民航技师，需要为模拟机到实际操作，一步一步上完一定的课程才会当，而且飞行时速需要达到1500点钟。包括教官的指导费用、飞行器的维修甲燃料支出，像爱希利蒙塔诺这款的学员摕到合格证书，爱交的学费大约是新台币至少200多到300多万以上。也可以有缘甘愿放弃原地的犯罪学专家工作，踏入这个全新的领域。With United and their push to bring in more women and people of color and diversify the flight deck. It was really a perfect opportunity and the perfect time, I think. 根据美国政府甲业界统计，疫情期间不少民航技师方裁员，也是另外找出路，也有的是依法改龄强制退休。即马产业景气回稳，业者一日根本就找不到充足的人力。政府预估这几年的技术需求大约18000人。那民间认为，到2032年之前，北美国航空公司需要补充3万名的技术人力。The pilot shortage is being experienced within the regional airline environment. As soon as those pilots are getting hired by the regional airlines, they're spending minimal time there before going off to the legacy carriers. And so what we're doing is trying to train our students, get them to 1,500 hours in the safest, most efficient way so they can fill those slots at the regional airlines. 欠人造成薪水压悬，目前一般行情是年薪大约新台币605万以上。大公司的资深技术薪水甚至可能加倍。各大航空公司的技术工会趁这个机会，甲资方谈判团体合约。那油价起加上技术薪水起，后疫情时代的机票价格一定无降价空间。公司新闻请家人朋友。疫情转好了后，即马泰国的观光客嘛是愈来愈多。想要去北部的清迈，也是南部的花欣，即马爱坐长途的火车，拢是爱对新的曼谷铁路总站出发。当地政府是希望把这个所在打造做东南亚铁路的中心。啊，那伫曼谷的唐人街附近有100年历史的老车站，即马已经退位，互铁道迷是真毋甘。泰国的铁路署有新的里程碑，泰国北部新起的满速车站总算完成国内52班长途列车的整合，正式正式铁路运输中心。1月19日到1點19發第一班列車，真侪人專工走嚟翕相。รู้สึกว่ามันกว้างขวางใหญ่ขึ้นใหญ่กว่าหัวลำโพงเยอะน่าจะรองรับ 满速车站的大楼占地30公顷，有40楼悬，12个月台，24条铁轨路，上最当同时管理40列火车，每天会当容纳60万乘客出入，也有智慧客户机器人。伫满速车站启用进前，过去曼谷的铁路总站是指唐人街附近的华南蓬车站，是1910年喇嘛5世泰王朱拉隆功年代开始起，由意大利的建筑师喇嘛纽设计，新文艺复兴风格半圆形的注定，加德国法兰克福车站成型，100年来一直整修，反映国家现代发展的脚步。通群组甲背包客伫咧这留下真侪记忆，真侪民众看到伊要行入历史，拢真唔甘。อย่าไปให้ย้ายอย่าไปให้ย้ายเขาอยากให้อยู่ที่เหมือนเดิมเพียงแต่ว่าปรับปรุงให้มันดีขึ้นนิดหน่อยก็ใช้ได้แล้ว 当局顺从民意，已经收回上早要拆除旧站的规划，即嘛决定要予底停的62列区间车继续停华南蓬车站，甲以前的基地留来。铁路局也甲车站改造成做一个结合博物馆甲商业中心的园区。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辑。 日本最近有推出新的红仔册，这个红仔册甲以前拢无同款的是，这红仔册是由 AI 人工智慧制作的，完成的时间敢若用6礼拜尔。这甲一般的红仔册画家爱用1年的时间来画，速度是差真济。为了教识学生提笔，额头伫咧画漫画风格内面的人物，画家真认真。一寡漫画界未来的人才，以后有可能会互 AI 人工智慧取代。 日本有笔名叫做 Rootpole 的作家，利用 AI 人工智慧，只个呢用6礼拜时间就完成一部100多页的作品。《电狱判客淘太郎》是日本史上第一部 AI 漫画。
まず圧倒的に人間が作画する場合に比べると早いというのは言えると思いますね。1枚の絵、人間どんなに手が早い人でも丸1日かかるようなフルカラーのイラストをたった1分やそこらで出してくれるというのは明確なメリットだと思います。若是有经验的漫画画家，就要一年才法度画好100多项的作品。不过因为 AI 人工智慧，只要输入图片的关键字，就让家己运算1分钟内画出一张原稿。互外界担心，这种技术可能对有几60億美金市場嘅日本漫画行業版權造成威脅。誰のものが入ってるかわからないし、もしかしたらそのまんま生の誰かの絵の一部を切り取っただけのものが入ってる可能性があるので。除了版權嘅問題，也讓擔心漫畫內面包括畫線條、打棒這個背景圖，屬於先像漫畫畫家助理嘅工作，也會這種 AI 技術搶走。經營大學教授李元聰就認為，漫畫畫家助手嘅工作早晚會被 AI 取代，因為伊佇2020年就甲研究團隊發表過一部用 AI 輔助仿照已經過世嘅漫畫畫家手冢治蟲風格漫畫。不過另外一派，包括這邊用 AI 畫圖嘅 Rudpol 認為 AI 無法度完全取代人工繪彩漫畫。これが主流になるとは全然思っていません。一方でその人間が描いた漫画っていうのもしつこく残り続けるはする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その AI の力を借りてない漫画というのがずっと支配的な状況が続くとも思ってないですね。漫画畫家小林源認為 AI 會當幫助畫家將家己嘅想法變做更加具體形象，擱再讓畫家自我挑戰改進作品。另外 ，AI 也無法度家己創造故事嘅內容，伊認為這也是人工漫畫用來嚟佔主導地位嘅原因之一。可能有 AI 人工智慧嘅幫助，會讓讓漫畫界創作嘅風格更加進步。公司新聞陳思東編輯。天氣報道在，同齊關心今仔日各地頭嘅溫度。北部嘅溫度上加18度。上關是26度，中部嘅溫度上加18度，上關有28度；南部嘅溫度上加17度，上關有30度；東部嘅溫度上加18度，上關是27度。外島嘅溫度13度至29度。感謝鄉親收看今仔日嘅公視台記台早起新聞，我是柯興珠，將親平安順心，明仔早起9點，咱再會。